免疫治療簡單嚟講咧，就係透過刺激癌症患者嘅免疫系統，重啟患者身體辨識同埋對抗癌細胞嘅能力。喺唔同嘅國家，免疫療法嘅藥物已獲認證用嚟治療各種嘅癌症。而香港亦引入咗各種類型嘅免疫療法藥物，並且針對超過10個癌症種類，例如肺癌、腎癌、大腸癌、食道癌、黑色素瘤、膀胱癌、經典霍奇金淋巴瘤、高度微衛星不穩定性或錯配修復功能缺陷嘅癌症、子宮內膜癌、頭頸鱗狀細胞癌、三陰性乳癌、胃癌等等。要留意嘅係咧，免疫治療未必適合於每位癌症患者嘅。例如某啲腫瘤嘅患者咧，必須先接受腫瘤生物標記物測試，例如 PD-L1嘅蛋白測試啦，醫生先會了解到你係咪適合免疫治療或者係混合治療嘅。但係並唔係所有嘅腫瘤類別都需要 PD-L1嘅蛋白測試，醫生會根據你嘅情況而建議最適合你嘅個人化抗癌方案。此外咧，同其他治療一樣，免疫治療都可能導致副作用嘅喎。呢啲副作用係因人而異嘅，包括皮膚發紅痕癢、惡心或者嘔吐或者疲倦等等，但係大多數都較為輕微嘅。喺出現任何與免疫治療相關嘅副作用嘅時候，或者任何疑慮，都應該向你嘅醫生查詢。由於唔係每位癌症患者都適合免疫治療，所以要知道你係咪適合免疫治療，建議立即向你醫生了解更多。邊個方案比較適合，其實因人而異，記得問返你嘅醫生了解更多。